希塔美德下載，不執着。不執着係一種內心嘅自由，佢讓我哋放低對結果嘅過度執着，專注於當下嘅行動與過程。當我哋唔再捉緊某個特定嘅結果，我哋嘅內心變得更輕盈，更加能夠接受變化同埋未知。不執着唔等於係放棄，而係學識喺行動中保持平靜同埋穩定，唔讓結果左右我哋嘅情緒。呢種智慧讓我哋能夠喺生活嘅各個階段中保持內在嘅安定與快樂。無論外在世界係點樣變化，不執着就好似流水咁樣，無論遇到幾多嘅障礙，佢都能夠揾到新嘅道路，繼續流動。呢種力量讓我哋能夠隨住生命嘅自然流動，並且喺每一個當下揾到內心嘅平靜同埋滿足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不執着嘅定義，我知道不執着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不執着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不執着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不執着嘅觀點，我知道不執着係可能嘅，我知道不執着係安全嘅，我不執着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。我為大家見證，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